来看金音创作奖是文化部主办的，但年拢会公布台湾流行音乐的原创音乐奖项。今年已经是第15届，有3800外件的作品来参加。今年也有优秀的台语歌、台语专辑得奖，包括着农村武装青年等等的团体因所创作的台语歌。有学者认为，讲这台语运动已经来到关键的时刻咯。看到真侪新世代创作者用台语表态，古来着带头带动的效果，带动母语的复振。讲家己的话是基本的人权，讲家己的话是身为一个人的尊严。对即马开始，咱做伙拍拼，将家己的母语讲转来，甚至甲写转来、读转来。台湾独立乐团农村武装青年以一首台语歌《阿母的话》得到第15届金鹰奖最佳民谣歌曲奖的肯定。主唱讲要达强调，民谣哪有可能无土地，土地哪有可能无母语，鼓励大家讲母语。另外，今年金鹰奖也敢有拍摄少年的台语专辑《噪音工具》得到最佳摇滚专辑奖。若是署名前辈呢？伊若是咧耍音乐呢，我感觉伊可能会想讲，爱先做一个台湾人，再做一个音乐人。这个话我感觉要送给大家，就是咱爱先做一个台湾人，唱台湾的故事，把阮的故事唱给你听。以台语摇滚音乐出名的拍摄少年，引用唱义台湾民族主义的革命家苏明的话，希望用音乐唱台湾的故事，肯定台湾人的身份。长期咧做文化研究的教授曾家英表示，这几年开始有一寡台语创作者有意识在公开场合用台语电词，伊认为台语运动已经来到关键时期，慢慢咧透过较大众化、较柔软的方式，在甲台语的议题混合化。咱会希望咱做创作者、表演者，这个语言本身伊唔若是咧表演，伊更加是咧做一种生活。有人行伫咧头前，唱足紧的，遐这种的人嘛，应该有遇无头前的人，你方向就无法度抓好调。嘛爱有就是较柔软的，徛伫咧中央的人，伊才会当甲袂入来的人考入来。学者认为，济老一辈的台语创作者无一定有台语意识，真欢喜看到有愈来愈侪新世代台语创作者也是意见领袖，豆豆用台语表态，甲做身份认同。伊认为，安尼古来都有带头的效果，嘛通带动台语的发展。记者卢尚如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